好，来继续来看云林古坑乡的荷包村，有一间已经开80多年的柑仔店。讲是柑仔店，不如讲是一个在地人大家社交联谊的大店斗。大家有闲就来遮开讲铺头，有困难就互相帮忙，真有人情味。头家讲会甲这间柑仔店继续甲开落去，除了提供着村民方便来买物仔之外，上重要的是要甲古早大家互相放伴迄份感情继续甲传落去。啊，无以早就拢无生活无衫。三支空酒敢若白做伙，真好干。这款的功夫即摆已经真罕见啊！是讲伫荷包村内这间柑仔店，还阁看会到，已经超过80年历史啊。我算我第2代啦，啊，以早电视较少，啊，阮店仔头拢有买电视，嘿啦，啊，就靠一寡遐老人囡仔来食济啊。真正柑仔店透过社会比赛改建有全新的面貌，是讲早期迄份人情味，无随着时间来消失。除了附近大小代志，因拢会来关心以外，佫会甲邮局配合，方便邮便送品。人话七头配合无自开来就是其实一直拢在拢会方便安尼吼。古早迄份人情味是柑仔店想要保留落来的精神。虽然讲即摆外观看起来较现代，也毋过伫店内依然会使看到早期真侪古早物件，这种有伊的故事甲意义。我手上这个账本啊，它其实就是记录了当时一种村民们之间互相信任的那种信任感跟人情味的一个东西的一个延续啊哈。柑仔店不管是外观还是方便性，拢无多甲超商比较。也过伊存在的目的已经毋是干那卖物件尔，是要延续甲分享早期迄份单纯的感情甲人情味。